我係 Simeon，係一位執業會計師，主要提供香港上市公司審計服務，亦協助企業老闆發展，解決大家日常會計同埋稅務嘅疑難。我係 Kelvin Yu，專注於企業 IT 支援及網絡安全25年。我嘅使命係幫企業做到 IT 零煩惱，專心發展生意。不經不覺，我哋加入 BNI Learning 分會已經有5年嘅時間。呢5年，我哋一齊擔任過領導團隊，透過每一次培訓同海外嘅交流，建立咗深厚嘅信任。BNI 有個50、90、200嘅法則，我哋真係用咗超過200小時去深入了解對方嘅業務。今年年頭，我同 Kevin 講，既然大家咁熟，不如坐低睇下點樣將呢份信任轉化到生意。於是，我哋一齊畫咗自己嘅太陽圖，一對比，發現大家客戶竟然高度重疊。我幫客戶處理會計同稅務嘅問題，而 Kevin 就幫企業做好網絡安全同確保營運嘅穩定性。有次我主動關心客戶，我就問：除咗會計，近期仲有冇其他發展需要幫忙嘅地方？原來客戶正準備轉型，公司超過100人，急需提升 IT 系統同埋網絡安全。於是我即刻聯絡 Kevin，因為客戶對 Simeon 嘅信任，客戶好放心咁同我講佢公司嘅痛點。經過3個月嘅溝通，我哋成功登標咗一個50萬嘅 project，而我哋嚟緊半年嘅目標係攜手創造150萬嘅新商機。BNI 令我哋明白，當信任夠深，合作唔再只係交換卡片，而係一齊為客戶創造最大價值。一張太陽圖，一個主動嘅關心，就打開咗我哋新嘅機遇。呢個就係我哋喺 BNI 真實嘅故事。嚟緊，我哋會繼續善用 BNI 系統，創造更多商機。多謝 BNI，We are learning。